各位師兄師姐，阿彌陀佛。今日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每個人都好關心，而且越老越在意嘅終極問題。呢個問題關乎你晚景嘅安樂，關乎你心靈嘅歸宿，就係晚年到底邊個會陪喺你身邊？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身邊嘅長輩，或者當你靜落嚟望下自己嘅婚姻狀況，你總會發現婚姻呢個課題晚年嘅結局離唔開以下3種寫照。第一種，恩愛如初，互相扶持到老。你病咗佢遞水，佢行唔喐，你扶住，2個加埋100幾歲，仲會拖住手仔去飲茶。呢種係神仙眷屬，現實中真係買少見少，令人羨慕。第二種，明明好憎對方，日嘈夜嘈，由後生鬧到老，但係又離唔開，互相折磨咗成世。呢種關係佔咗大多數同住一個屋檐下，但心入面好似隔咗道冰牆，每日見面好似見仇人，但為咗仔女，為咗面子，為咗冇地方去，死氣困埋一齊。呢種係孽緣。第三種越嚟越多嘅情況，就係半路中途，其中一個因為疾病、意外或者離婚，先走一步，留低另一個孤零零食飯自己食，睇電視自己睇，連個講嘢嘅人都冇。尤其係晚年喪偶，嗰種錐心之痛，唔係當事人真係好難體會。有啲人會沉溺喺悲傷入面10年20年，日日對住張遺照喊，晚景淒涼。好多人將呢種晚年嘅孤獨歸咎於八字生得唔好、嫁錯娘或者運氣差。但今日我用佛法嘅角度話俾大家知，世間一切皆是因果，夫妻緣分就係3世因果最直接、最赤裸嘅顯現。你晚年身邊嗰個位係空嘅，定係有人坐喺度？喺你哋前世結緣同今生造作嘅嗰一刻就已經注定咗。今日我用大約30分鐘時間同大家深度拆解婚姻背後嘅因果密碼。記住，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教大家一個化解孽緣嘅方法，等大家就算身處逆境都可以扭轉心念，改變你嘅晚年命運。第一，晚年命運嘅3種寫照同背後嘅疑問，等我哋再深入啲睇下呢3種寫照。大家不妨諗下自己嘅父母、叔伯，或者係你哋喺公園酒樓見到嘅老人家。有啲老人家，佢哋嘅伴侶對佢哋無微不至，就算老人家行動唔方便要坐輪椅，個老伴都係咁推住佢，幫佢抹嘴，同佢講笑。你望見佢哋會覺得人間仲有溫暖，但呢種場景你1個月可能淨係見到1-2次。但更多嘅係咩？係2老坐喺公園長廊呢，一個望左邊，一個望右邊，半粒鐘都唔講一句嘢，一開口就係鬧交。你仲唔返屋企煮飯？坐喺度等運到啊？你嘈咩啫？你自己唔識時行返去啊？2個人面色都係鐵青嘅。佢哋唔係恩愛，佢哋只係被逼坐埋一齊，因為離開咗對方，佢哋更加唔知可以去邊。呢種互相折磨，其實比孤獨更加痛苦，因為佢哋每日都活喺地獄嘅火海入面。仲有一種就係老咗得返自己一個，有啲係另一半早走，有啲係離婚收場。呢啲長者好多時會將自己鎖喺屋企，電視由朝開到晚，但佢冇睇，只係想有啲聲。佢哋最怕過時過節，
因為見到人哋一家人齊齊整整，自己就對住四面牆。佢哋會問：點解我咁命苦？點解個天要帶走佢，留低我一個？呢啲問題，算命佬可能答你，話你剋夫或者命犯孤星。但佛法唔會咁膚淺，佛法話俾我哋知，呢個世界冇一樣嘢係偶然嘅。你今日食嘅一餐飯，着嘅一件衫，都有佢嘅前因，更何況係同你同床共枕幾十年嘅人呢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，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這是你。晚年身邊有冇人？呢個唔係懲罰，而係一個果報。如果話八字係一個藍圖，咁你嘅心念同行為就係起樓嘅工人，你起成點，晚年就住成點。第二深度拆解白頭偕老嘅因果密碼，善緣與共業。首先我哋講下人人都羨慕嘅白頭偕老，點解有啲夫妻可以恩愛到老，冇風冇浪，連大聲講嘢都未試過？佛法究竟點樣解釋呢種難得嘅福氣？佛經講得好清楚，無緣不聚，無債不來。兩個人可以成為夫妻，仲要一齊走到白頭，呢個唔係偶然，必定係前世有極深嘅善緣，同埋今生有強大嘅共業。乜嘢叫共業？打個譬如，香港人幾十年來經濟起飛，呢個係香港人嘅共業。落喺夫妻嗰度，就係大家嘅福報要同步，你嘅福報水位喺度，佢嘅福報水位都喺度，大家一齊上一齊落，好似孖條咁，先可以同步走到終點。如果一個不斷向上游，一個不斷向下沉，呢條孖條好快就會斷開。咁前世嘅因係咩呢？通常係報恩嘅結合。第一種，救命之恩。前世你喺對方最艱難生死關頭救過佢一命，或者幫佢避過咗一場大災難，今世佢就係嚟報恩嘅。呢種伴侶，佢對你嘅好係無條件嘅，就算你生病破產，跌到人生低谷，甚至癱瘓喺床，佢都會無怨無悔咁留喺你身邊，照顧你，唔求回報。佢唔係傻，佢係直覺覺得我應該對佢好。第二種，布施之恩，呢個唔一定係錢財。前世你喺對方逼寒交迫嘅時候，施捨過一碗飯、一件衫，或者喺佢流離失所嘅時候收留過佢，呢種恩情會化作今生嘅體貼。呢種伴侶，佢會記住你曾意食咩，會喺你病嘅時候煲湯，會留意你嘅情緒。佢嘅出現就係為咗令你人生過得舒服啲。等我講一個佛教經典嘅公案俾大家聽，等大家明白乜嘢叫做緣分深淺。從前有個書生同未婚妻約定好某年某月某日結婚呢，但到咗嗰日，未婚妻竟然嫁咗第二個男人。書生好傷心，覺得人生冇晒意義，一蹶不振，病到就快死。有個得道高僧經過，見佢可憐，就拎咗一面古鏡俾佢睇。書生喺鏡入面見到一個茫茫嘅海灘，有一具赤裸嘅女屍被沖上岸。第一個路人經過睇咗一眼，覺得好晦氣，搖搖頭就走咗。第二個路人經過，心入面過意唔去，將自己件衫除落嚟蓋喺女屍身上，等佢唔使赤裸裸咁暴曬，然後就離開咗第三個路人經過。佢好用心咁喺沙灘挖咗個坑，小心翼翼將女屍埋葬，仲立咗個小土堆。高僧同書生講，嗰具女屍就係你未婚妻嘅前世，你係第二個路人，
你俾過佢一件衫，所以今世佢同你相戀，還你一段情。呢段情呢，就係你哋嘅訂婚，但佢最終要嫁嘅係第三個埋佢嘅人，因為佢要用一世去報答嗰個埋葬嘅大恩。呢個故事帶出咗緣分深淺嘅真理，可以陪你到白頭嗰個就係前世同你有埋葬之恩嘅人。你同佢嘅緣分深到要用成世去還，但千祈唔好以為前世係善緣，今世就可以攤喺度乜都唔使做，坐定粒六等幸福。白頭偕老嘅夫妻，今生一定做對咗3件事。呢個就係金生果，係維持婚姻壽命嘅3大法寶。第一，善護口業。佛家講口吐蓮花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6月寒。你留意下，恩愛夫妻從來唔講惡毒說話，唔會翻舊賬。女人就算幾嬲都唔會鬧。你正一冇用嘅廢柴，我嫁錯你。男人就算幾燥都唔會講你滾啦，呢度唔歡迎你。佢哋懂得忍讓，懂得喺火氣揚揚，懂得喺火氣上嚟嗰陣收聲，口業清淨，屋企嘅磁場就穩定，和氣生財，婚姻嘅壽命就唔會折損。第二，不計較嘅布施。呢個布施唔係只去寺廟捐錢，而係對家庭嘅付出唔計較，唔會計較邊個洗碗多啲，邊個湊仔辛苦啲，邊個賺錢少啲。佢哋將家庭當成一個共同嘅修行道場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呢種互相包容嘅心就係最偉大嘅內財布施。第三，共同嘅價值觀，即係共修。兩個人唔一定要一齊食齋揼佛，但一定要心存善念。佢哋會一齊孝順父母，一齊去探訪老人院，甚至只係一齊唔好講人是非。呢種叫做菩提眷屬，因為佢哋嘅心念同步，做嘅善事同步，福報自然一齊增長，所以可以同步到老，邊個都唔會丟低邊個。第三，結滅點解會做半路夫妻或晚年喪偶？因果嘅3把刀好。講完白頭偕老，我哋嚟講下大家最心痛、最想知道嘅核心：點解晚年會孤獨？點解會做半路夫妻？點解另一半會提早落車？呢個部分我層層遞進同大家講透。呢個就係因果嘅殘酷真相。如果你而家正經歷緊呢種痛，請你留心聽，你會知道點解，亦都會知道點樣自救。因果嘅第一把刀，討債與還債，債清緣盡，呢個係最常見、最普遍嘅原因。前世如果你欠咗佢感情債、錢財債，甚至命債，今世佢就係嚟討債嘅。具體表現係點？有啲女人嫁咗個男人，結婚冇耐，個男人就開始成日病，大病纏身，要老婆辭埋份工，花盡畢生積蓄，甚至借埋周身債去醫佢。老婆日以繼夜咁照顧，直到金山銀山都用盡，身心俱疲。突然有一日，嗰個男人走咗。旁人話佢命苦，但從因果睇，呢個女人前世欠呢個男人一筆大錢，今世用晒啲錢同埋精力去還到1分都不成，條債還清咗，對方就自然離開呢個世間。呢個叫債清生死。又或者有啲女人嫁咗個爛賭嘅老公，有家暴傾向嘅老公，老婆不斷為佢還賭債，為佢療傷，為佢流乾眼淚。當你辛苦賺翻嚟嘅錢俾佢敗晒，當你為佢流嘅眼淚已經流乾咗，你再冇嘢可以俾佢攞嘅時候，代表你條債還清咗。
債一清。無論係生離離婚定死別喪偶，呢段緣分就會強制結束。你以為係無常，係突如其來嘅打擊，但喺因果嘅角度，呢個叫做功德圓滿。你還晒啦，個天自然要收返呢條線，等大家唔使再糾纏。你唔好唔捨得，因為你已經還完啦，你自由啦。因果嘅第二把刀，惡語如刀，親手斬斷夫妻壽命。呢一點我必須要大大聲講，因為呢個係最冤枉、最令人痛心嘅因果。好多夫妻原本命格係可以白頭到老嘅，就係硬生生俾自己把口折福，折到盡，將原本有嘅福報一刀一刀咁削走。你哋有冇見過有啲老婆日鬧夜鬧？你點解唔去死啊你正一垃圾，死出去就唔好返嚟。我前世做錯咩事，嫁着你咁嘅廢物？你以為呢啲只係泄憤嘅說話，發泄完就算？你大錯特錯。喺佛法同能量學角度，呢啲說話唔係泄憤，呢啲係帶有極強負能量嘅詛咒。你把口就係你嘅風水，你講出嚟嘅每一句惡毒說話都係一支箭，射向你最親密嘅人。夫妻係命運共同體，能量場係互相連通嘅。你每日用最惡毒嘅語言去咒罵你嘅伴侶，呢啲能量會日積月累，好似慢性毒藥咁，嚴重破壞對方嘅健康磁場、運勢磁場，令到佢意志消沉，令到佢百病叢生。最終呢啲惡毒嘅說話會變成現實。你日日鬧佢去死，佢真係可能因為鬱結成病而早死。你日日鬧佢滾出去，佢真係會頂唔順而離開你。呢個唔係嚇你，呢個就係口業如刀嘅道理。你親手用把口斬斷咗自己晚年嘅福氣。大家切記，婚姻入面無論幾嬲都要守住把口，呢個就係守福。因果嘅第三把刀，殺業、邪淫同埋福報不對等。先講邪淫，即係出軌、婚外情、唔正當嘅男女關係。受十善戒經講得好清楚，邪淫會破家敗財，死後仲要墮地獄，對婚姻不忠，會瞬間消耗極大嘅福報。你以為偷偷摸摸好刺激，其實你係拎緊你晚年嘅安樂去換一刻嘅快感。晚年孤苦唔係運滯，係現世報。你將你嘅福報喺中年嗰陣玩晒，晚年邊有福氣有人陪你冇假？因為福報用晒身邊嘅人，自然會走。第二個好隱藏、好少人講嘅原因，就係福報不對等。呢個概念好重要。如果夫妻其中一個不斷吃佛向散，布施積福，心懷慈悲，另一個就繼續殺生造業。例如做海鮮批發、做屠夫，為人刻薄、斤斤計較，成日諗住點樣陷害人咁樣落去，兩個人嘅福報水位會越差越遠。一個係大海，一個係小水洼。宇宙係有因果引力嘅，當差距大到一個臨界點，因果嘅力量就會將佢哋強行分開。因為福薄嗰個人已經承載唔起福厚嗰個人嘅磁場，所以好多夫妻其中一方替人銷行得力，或者替人發達做大生意，另一半自然就會被淘汰出局。可能係離婚，可能係意外，呢個就係半路夫妻分開嘅隱藏密碼。所以如果你想婚姻長久，你一定要拉埋另一半一齊進步，唔好你做你嘅惡，佢修佢嘅善。第四，
深入拆解晚年獨處嘅另一層因果，子女緣與宿緣。有啲觀眾可能會問，師父，如果我哋冇做惡業，又冇口業，點解老咗都係得自己一個？點解仔女都唔喺身邊？呢度要講到宿緣嘅另一個層面，晚年身邊有冇人，唔單止係夫妻緣，仲關乎子女緣同朋友緣。如果你晚年雖然冇咗老伴，但身邊有成群仔女、孫仔孫女圍住你，呢個都係福報。但如果你連仔女都疏遠你，呢個就關乎你前世嘅慳吝同冷漠。佛法講同體大悲。如果你前世係一個冷漠嘅人，見到長輩需要幫助都繞路走，見到乞衣都唔肯施捨1蚊，甚至對自己嘅父母都唔孝順，咁今世你嘅子女潛意識就會疏遠你，即使佢哋住喺你隔籬，都好似隔咗重山咁。呢個唔係仔女不孝，呢個係你嘅冷漠業力返嚟自己身上。所以晚年孤獨未必淨係因為伴侶走咗，有時係因為你將所有人都推開咗，你嘅磁場散發出一種唔需要人或者唔尋意人嘅信號，自然啲人就會行開。呢個時候千祈唔好怨，要即刻懺悔自己以前嘅冷漠。從今日起對身邊嘅人好啲，就算對住嗰個看更都笑多啲，呢個就係實時嗰種善因。晚年孤獨嘅境況會慢慢改變。第五，佛法破局。面對晚年婚姻狀態，我哋應該點修？實戰篇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好絕望或者好迷茫，但佛法講因果，唔係要你認命，而係要你知命同改命。既然命運係由心做，我哋就可以由心去改。面對晚年嘅婚姻狀態，我哋應該點修？我分3種情況同大家講解實戰操作。第一種情況，如果你嘅另一半仲喺身邊，但係你覺得佢係嚟討債嘅，你日日都好辛苦，千祈唔好怨天尤人。你越怨仇恨越深，下世仲要繼續糾纏。你唔想下世再見到佢，呢世就要化解。你要生起懺悔心，心裏面默念：我前世欠咗你，今世我歡喜承受，我歡喜還俾你。每當佢發脾氣鬧你，你唔好還口，你喺心入面提一句阿彌陀佛，當佢係幫你消業障嘅菩薩。你咁樣諗，你嘅心就唔會痛。同時每日抽時間為對方揼則誦解結咒或者心經。解結咒嘅力量在於解開冤結。你揼嘅時候要觀想有一道柔和嘅金光包住你同你伴侶，將你哋之間嗰條黑氣纏繞嘅繩索一條一條咁剪斷。提完之後，要將功德回向俾你哋夫妻雙方嘅冤親債主。你試下持之以恆3個月半年，慢慢你會發現對方嘅脾氣會軟化，你哋嘅關係會緩和。就算佢仲係鬧你，你都覺得冇咁激心。呢個就係用佛法將惡緣轉化為善緣嘅方法。第二種情況，如果你已經離婚或者晚年喪偶，得返自己一個，心入面好空虛，好掛住嗰個人，呢度我要特別同你講幾句心底話。我知道你哋好多人都係關注獨處嘅觀眾，可能你正正就係處於呢個狀態。請你記住呢句金句，貼喺床頭。伴侶提早落車，唔係你命苦，係菩薩覺得你塵緣已盡，要導你出情關。你得返自己一個人，
你唔好覺得孤獨係慘事。你諗吓，你終於唔使再為另一半煮飯洗衫，唔使再聽佢發脾氣，冇咗家庭瑣事同夫妻嗌交嘅煩惱。你呢個唔係孤獨，呢個係清福，呢個其實係上天賜俾你最好嘅清修福報，因為你終於可以將所有時間留翻俾自己，專注修行。你將對伴侶嘅執着放低，將呢份空虛轉化為揼佛嘅動力。你可以靜心疊南無阿彌陀佛，或者誦讀地藏經，為自己積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資糧。你要咁樣諗，佢提早落車係佢嘅緣分盡咗，但我仲喺呢班車上面，我嘅終點係西方極樂世界。我要用剩低嘅時間努力儲夠資糧，將來我哋唔再係凡間嘅夫妻，而係極樂世界嘅同修。呢個重聚先至係永恆㗎。你諗下，呢種清靜無牽掛嘅晚年係幾多世修嚟嘅福氣呀？唔好再自怨自艾，你嘅道場就係你而家嘅清靜心。第三種情況，如果你身邊仲有人，但對方身體好差，你預計佢就快走，你好驚面對死亡嘅分離，呢個係最煎熬嘅時刻。佛法教你一個方法，就係提早告別。你唔好等佢斷氣嗰陣先嚟喊苦喊忽，你要喺佢仲清醒嘅時候同佢講：多謝你陪我行咗呢段路，如果你要走，你安心咁跟阿彌陀佛去，唔使擔心我會好好生活，我會吞佛等你，將來我哋會再見。你要幫佢放下對你嘅牽掛，呢個就係對佢最大嘅慈悲。同時你要開始練習獨處，學習將情感寄託喺佛號上面，而唔係寄託喺一個會敗壞嘅肉身上。咁樣當離別真正來臨，你雖然會傷心，但唔會崩潰，因為你嘅心已經有咗依靠。第六朵終極覺悟，婚姻嘅本質同晚年嘅終極意義。講到最後，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終極嘅問題：婚姻嘅本質究竟係咩？好多人都將婚姻當成歸宿，覺得老咗一定要有人陪。但佛法話俾我哋知，婚姻其實係一場了緣嘅過程，無論係報恩、報怨、討債、還債，目的都係要你透過呢段關係睇清自己嘅貪嗔癡。你見到恩愛夫妻，你唔好淨係羨慕，你要見到佢哋背後嘅忍讓同修行。你見到互相折磨嘅夫妻，你唔好淨係批判，你要見到佢哋背後嘅執着同不肯放過自己。晚年嘅終極意義並唔係在於身邊有冇一個人，晚年嘅終極意義係在於你有冇準備好離開呢個世間。如果你身邊有人，你就好好咁珍惜，當佢係你嘅善知識，日日提醒你要感恩。如果你身邊冇人，你就好好咁享受清靜，當自己係一個閉關嘅修行人，日日精進。你要明白，所有嘅相聚最終都會迎來別離，呢個就係無常嘅真相。就算你同你老伴活到100歲，都總有一個要先走，分別係遲早嘅事。如果你將所有嘅快樂建立喺有人陪之上，咁當嗰個人一走，你嘅快樂就會瞬間崩塌。呢種快樂係有漏嘅，係唔穩陣嘅。但如果你將快樂建立喺內心嘅覺悟之上，建立喺尋佛嘅法喜之上，咁無論身邊有冇人，你嘅內心都係圓滿嘅，都係充滿光明嘅。
呢個就係心靜則國土靜。夫妻關係嘅最高境界係咩？就係擁有嘅時候感恩惜緣，好好咁還債；當佢係菩薩，失去嘅時候坦然放下，千祈唔好攀緣。當呢個係解脫嘅機會，你晚年身邊嗰個位啊，嗰個位係空嘅定係有人坐喺度？呢個只係一個想。最重要嘅係你心入面嗰個位有冇阿彌陀佛坐喺度？如果阿彌陀佛坐喺你心入面，你就永遠都唔會孤獨，因為你已經同宇宙嘅大能連結咗。今日用咗好長嘅時間同大家由痛點講到因果，再由因果講到修行，最後我用幾句佛系總結今日嘅分享：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但大家要記住，千年嘅緣分都有盡頭嘅一日。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自飛。呢句唔係詛咒，而係提醒大家，即使係最親密嘅關係，都敵不過無常。唯一唔會飛走嘅，只有你嘅因果同你嘅佛性。所以唔好再問點解我晚年冇人陪，要問我而家可以做啲咩令自己內心唔再空虛。如果你而家係兩個人，恭喜你，好好還債，好好惜緣，每日臨瞓前望下身邊嗰個人，同佢講聲多謝。如果你而家得返自己一個，更加恭喜你，你嘅時間係屬於你自己嘅，好好用嚟修行，你嘅福報可能比其他人仲大。聽完今日嘅分享，我想問下你覺得自己身邊嗰個伴侶係嚟報恩定係嚟討債嘅？又或者而家晚年一個人過嘅你，聽完之後係咪覺得內心反而更加平靜，甚至覺得自己係行緊運呢？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故事。記住，留言區都係一個道場，你寫低你嘅經歷，可能就會幫到另一個同你同病相憐嘅人。我哋一齊喺度結善緣，探討因果，互相扶持。最後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幫到你少少，令你個心鬆咗少少，請你幫手按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，仲要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你分享出去嘅唔係一條片，而係一份解脫煩惱嘅智慧，功德無量。多謝大家用心睇到最後，阿彌陀佛。祝願各位老有所依，心有所安，晚年自在，光明圓滿。我哋下條